飲茶係指一種源自於廣州嘅粵式飲食，而之後喺廣東甚至世界各地廣泛流行，更承傳住香港人嘅生活文化。喺香港，飲茶一開始又被稱之為上茶樓或者上酒樓，後嚟就以去飲茶代替。飲茶主要包括咗品茶同食點心。香港老一輩飲早茶嘅習俗始源於上世紀30年代，當時香港同澳門、廣州等地海上來往頻繁，啲人都習慣喺出發之前，又或者係抵達香港之後，喺岸邊嘅茶樓飲一杯茶，食個點心。香港嘅早茶文化因而興起。但其實去飲茶唔係真係為咗單單飲杯茶，食個點心。香港人鍾意借住飲茶同屋企人、親戚朋友相聚，閒話家常。所以與其話飲茶係一個單純嘅食飯聚會，更加可以話飲茶係一個令大家維繫感情嘅社交活動。一盅兩件係港式飲茶嘅文化。一盅又稱蓋杯，傳統茶樓會用焗盅泡茶，由伙計拎住大水煲為茶客斟水。但因為安全問題，而家大部分茶樓都已經改用茶壺沖茶。而兩件則指點心，舊時會有點心員托住托盤邊行邊叫賣點心，之後仲演變成載滿各式點心嘅點心車，令客人選擇。但依家唔少茶樓都因為安全問題，已經改用咗點心紙落單，提高效率。只有一啲舊式嘅茶樓仲保留住點心員同點心車。飲茶嘅轉變亦都象徵住香港時代嘅變遷。既然係文化，自然就有禮儀習俗嘅存在。中國人重視輩分同尊卑，喺餐桌上亦都十分講究禮儀。而叩手禮就係飲茶嘅一個重要文化禮儀。當其他人幫你斟茶嘅時候，要用手指敲台，意思解作做唔該，以表示謝意同尊重。不過大家要留意，敲台嘅方法會因應輩分嘅唔同而有所分別。又或者晚輩通常都會俾長輩開始食先，又或者係斟茶嘅時候先幫其他人斟茶，最後先幫自己斟茶，亦都係飲茶禮儀之一。隨住時代變遷，飲茶已經演變成香港嘅地道飲食習慣，成為屋企人、朋友、同事相聚嘅活動。而我哋成日都會喺道別嘅時候講得閒飲茶4隻字，而呢4隻字更加被引申成為有空聚舊、見面寒暄嘅日常用語。咁我今日咧就同一班宿舍朋友一齊去呢個堅尼地城嘅新興食家度飲早茶。咁其實咧我平時咧都好少去飲茶嘅，但係今日咧就特意約咗一班朋友一齊去啦。